小宋吗？是微臣。娘娘。哎！嘘。实在是症状罕见呐。小宋，去。小宋，鹤顶红有吗？有。快拿来！惠娘娘，鹤顶红乃是剧毒，一滴致命，无药可救。少废话，快拿来！娘娘，此药使用的手续十分繁琐，首先要娘娘书面申请，然后经过太医院民主讨论，无记名投票选举，将结果呈给内务府，再由内务代表大会呈给皇上，再由皇上签字许可，方能使用。哎西！我去你的！娘娘，给不给？您别打了！娘娘饶命啊！别打了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饶命，饶命！我给还不行吗？我给。